现代第一版圣经路加福音第10章，这个代志了后，主另外经72人找因两个，先去伊本身想要去的逐个城、逐个所在。耶稣甲因讲，通修行的真多，做工的人真少，所以恁着祈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修行。去，我找恁出去，亲像送羊仔入去菜农的内面，毋通带钱袋，毋通带旅行袋，嘛毋通带话，伫路呢毋通甲人请安。恁无论入去倒一间厝，着大声讲，愿恁即家平安。伫遐若有爱平安的人，恁的平安会留伫因遐；若无，迄个平安会倒转来归恁。恁着踮迄个家，因准备甚物，恁就食甚物，啉甚物。因为做工的人应该得到工钱，恁毋通对即家徙到迄家。恁无论入去倒一个城，人若接待恁，捧甚物出来，恁就食甚物。城内有病的人，着甲因医，煞甲因讲，上帝的主权得要实现啦。无论入去倒一个城，人若无欢迎恁，恁着出去大街路讲，连恁即个城掉伫阮骹的土粉，阮着要搬掉，甲恁警告。不过恁着知，上帝的主权得要实现啦。我甲恁讲，伫审判的日，索多玛所受的刑罚，会比迄个城所受的搁较好忍受。哥列信，你惨啊！伯赛大，你惨啊！我伫恁中间行的新约，若伫泰尼甲西顿行，因早就穿麻衫，坐伫火湖顶悔改啦。伫审判的时，泰尼甲西顿受的刑罚，会比恁着受的较好忍受。你咧，迦比农，你爱人甲你扶上天是无？袂，上帝会甲你迄落阴府。听叹恁的，就是听叹我；拒绝恁的，就是拒绝我；拒绝我的，就是拒绝找我来迄位。迄72人欢欢喜喜倒来，报告讲：主啊，阮奉你的名命令，连鬼都服从阮。耶稣甲因讲：我有看见撒旦亲像线若对天顶摔落来，就知我有使恁官兵通大蛇甲囡仔虫，搁通制服对敌一切的能力，无一项会甲恁伤害。不过，毋通因为这个邪神降服恁，恁就欢喜，着因为恁的名记载伫天顶来欢喜。迄时，耶稣互圣神感动，满心欢喜，讲：爸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有将这个事对有智慧、有学问的人藏起来，毋过对细汉囡仔启示。爸啊，是啊，因为这是你的好旨意。我的爸已经有将一切拢交托我。爸以外，无人捌囝是甚物人；囝甲囝爱要启示的人以外，嘛无人捌爸是甚物人。耶稣活长身，私下对门徒讲：有目睭通看恁所看见的，迄个人真有福气。我甲恁讲，以前有真侪先知甲君王爱要看恁所看见的，也无看到；要听恁所听见的，也无听到。有一个律法教师徛起来试探耶稣，讲：老师，我着做甚物才会得到永远的活命？
耶稣应伊讲：律法有写什么？你安怎了解？迄人应讲：你着专心、专情、全力、全意听主你的上帝，搁着听厝边亲像听家己。耶稣甲伊讲：你应了真对，照安尼去做，就会得到活命。迄个律法教师为着要表明家己是对，就搁问耶稣：什么人是我的厝边？耶稣应讲：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，拄着强盗，因剥伊的衫，搁甲伊拍到半死，然后甲伊放下地做引去。拄好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来，看到迄个人，就闪对路的迄边过去。相款，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迄个所在，看到迄个人嘛闪对路的迄边过去。总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对遐经过，一个看到迄个人就心真毋甘，惊活去，用油甲酒抹伊的空喙，搁用布甲伊包扎，然后甲伊扶去骑家己的驴仔，带伊去旅馆，甲伊照顾。隔日，伊摕2个银仔交互旅馆的头家，交代讲：请你照顾即个人，所费若着较济，我倒来一时回报你。耶稣问迄个律法教师：你想，即3个人，倒一个是互强盗抢迄个人的厝边？伊应讲：甲伊怜悯迄个。耶稣甲伊讲：你去，照安尼去做。耶稣甲门徒继续行。耶稣入去一个庄头，有一个妇人人叫做马大，甲伊接待。马大有一个小妹叫做玛利亚，坐伫主的骹前，听伊的教示。马大为着接待，代志多，心压杂，就来甲耶稣讲：主啊，我的小妹放我家己一个得忙，你若无要无紧，叫伊来甲我斗骹手。主应伊讲：马大，马大，你为着代志多，得看虑操烦，所需要的只有一项。玛利亚已经拣着上好迄份，无人会当甲伊抢去。